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3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山姆，聊聊山姆会员店。今天每日人物他有一篇报道，叫山姆分母包围县城山姆代购店还能火多久？山姆分母啊，就是山姆的这个分店，它这个是一种调侃的说法，叫山姆分母包围县城。很多县城因为没有山姆会员店，但是消费者又十分的喜欢山姆这个会员店，所以各种县城里面的山姆的代购店居然应运而生，以至于山姆分母包围县城。他这个文章介绍了几个在县城做山姆代购的一些这个创业者或者是个体户。我们先看看这文章怎么说的。他说，贾倩本质工作是做学前教育，投资开了幼儿园，同时在县城还拥有自己的咖啡店、面包店和轻食店。你看看，那俨然是个老板呢，开了这么多店。他经常开车去武汉的山姆买东西，后备箱里常年放着帮家长们代购的营养品、果汁和饼干。如今回头看，他很难想象自己关于美食的爱好会发展成山姆分母这门生意。又在40天的时间内开出了103家店，这个很疯狂，开了103家这个山姆的代购店。这时间回到去年夏天，贾倩出租的一个700平方米的铺面出了问题，经营生鲜超市的租户告诉他，生意不太好，有点支撑不下去了。商议之后，他决定帮忙退租400平方米，一下空出了大半个店面。那时正值商铺出租的淡季，手里其他门店生意也都不太好，他为此困扰不已。很快他想到了那群找他帮忙代购的家长，既然店面闲置了，为什么不顺势开一家县城山姆商店？他把去武汉给家长们代购的商品摆在那里，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下单，赚一点服务费。贾倩觉得山姆这种大超市不做下沉市场，不代表县城人不希望拥有他们。7月的湖北说晒得要命，贾倩匆匆忙忙地购买了一些仓库用的金属货架，一趟一趟的从武汉往返天门，把上面塞得满满当当。他专门挑选了山姆、潘东来、奥乐奇和开市客里卖的最火的爆品，以及一些不是那么火但他自己很认可的商品。标准是颜值高，配料表相对干净。我不是专业的，但我知道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想买什么样的商品。这个贾倩这个做法，我看到这儿，我突然联想到这个 OpenAI 和 DeepSeek， 是不是说这个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就相当于山姆，而 DeepSeek 就相当于山姆分母，也就是贾倩所做的。山姆是卖各种商品，品类非常多， SKU 也非常丰富。这个山姆分母他只卖这个山姆会员店里面最火最爆的爆款，或者是这个老板在山姆里面精挑细选，他认为这个东西会卖得好，那是不是山姆这个分母山姆代购店，那它的效率会更高？这个老板贾倩拥有非常多的群，有学校的、咖啡馆的，还有面包店的。他拍了门店货品的照片发到群里，我说大家尝尝鲜。原本以为只有一部分人会好奇尝试，没想到一下子火了。第一天卖了5万元，第二天卖了7万元。他在抖音发了短视频分享开业的盛况，很快就收到了蜂拥而至的询问与合作请求，倒推着我去做这个生意，合作会收一些服务费，相当于是知识付费。贾倩说他不在装修、货架、冰箱等硬件设备上赚差价，也不会抽取任何营业提成，而是全程提供开店的指导陪跑，包括选址、装修方案、采购材料、货品供应准备以及抖音账号搭建、线上推流、开店培训等环节。他根据天门店的经验，帮助合作门店顺利起步，不走弯路，不踩坑。这文章说尽管代购听上去就是一门出力气跑腿的生意，没有什么硬性的门槛，但开出这么一家线下店的成本并不算低，加上店铺租金、装修、设备采购和进货支出，就是压货，金山店的总投资达到了100万元。这个开个超市要100多万，那这个还是不是个小规模的超市，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既为这是在县城有正式工作，同时还和朋友合伙做过生意，生意起起伏伏，
他经历过拥有几百万，也经历过负债几百万。为了开这家店，他找亲戚拉来了投资，自己亲自管理，又找了2位亲戚加入帮忙，后续还招来了专业的店长和仓库后勤人员。但后续的经营状况让纪委放心不少，这是一个平稳的生意，每个月的现金流有进有出，还能养活店里10名员工，前期投入的成本也在慢慢收回来。他给店里商品定价的规则是在原价基础上加价5%至13%，主要是我们的人力成本很高，维持服务也都要钱，但即使加价，还是有很多顾客愿意买单。比如春节前一箱难求的潘多莱啤酒，就有人主动询问是否可以加钱买，店里还进了好几箱潘多莱的无酵素洗衣液，3公斤一大瓶。纪委本以为顾客会觉得太重，没想到很快就卖断货了。贾宪透露他开线下店的店主中，就是找他开店的70-80%都是女性，而且相对年轻，他们对品牌的认知度高，因为只有自己平常买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东西，才愿意去做这样的店。每日人物他就文章很长，他主要介绍一个是贾宪，一个叫纪委的这2个主人公怎么是通过山姆会员店发现了商机，先是自己代购，完了之后再去教别人怎么去代购。短短的时间，叫贾宪的就已经教100多个人开了这种代购店。在这里我们就是聊一聊山姆这个现象。这个文章也说了，山姆他没有办法做下沉市场，但是下沉市场对吧，县城很多小镇还有城市的郊区等等，它并不是不需要山姆会员店，它是有这种需求，但是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代购就应运而生。首先说山姆，还要说它的母公司叫沃尔玛。就在10天前2月20号，沃尔玛公布2025年这个财年的第4季度及全年财报。这个沃尔玛公布的财报显示，沃尔玛2025财年净销售额为20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73亿元。第4季度，沃尔玛中国净销售额攀升至51亿美元，同比增长27.7%，可比销售额增长率达到了23%。电商业务更是表现亮眼，同比增长达到34%。在门店扩张上，山姆会员店过去12个月新开6家店，仅第4季度就新开4家。山姆会员店不仅在数量上扩张，会员费收入增长也超过35%。这个沃尔玛中国它的这个大卖场门店数量实际上是下降的，一年减少13家，现在还有283家。但是山姆会员店却增加了6家，达到了53家。也就是沃尔玛的大卖场它是在收缩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山姆会员店发展非常迅猛，有很多网友都已经领略了各地山姆会员店的火爆程度，是不是无锡还什么珠海，很多视频显示去山姆会员店买东西排队都要排1-2个小时，这种火爆场景反映出消费者对山姆的一个认可和对山姆的这种需求，宁愿排队两三个小时都要去山姆买东西所以在山姆覆盖不到的地方，那这种需求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代购就应运而生，而且山姆的电商业务发展迅猛，什么意思对吧？那就是在网上下单，山姆给你送。无论是现成的山姆代购还是电商业务，实际上都反映了中国的消费者对山姆的认可。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中国消费者这么认可山姆的服务。我想起了这个一句成语叫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也就是说现在没有真正的英雄，所以无名之辈就成了豪杰。但是我不是说山姆是无名之辈，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商超有这么多，有盒马生鲜，有大润发，有这个永辉超市，有物美华联，各种业态琳琅满目，什么都有。按理来说传统的商超零售行业那就是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而且是内卷非常加剧，理论上是不会再跑出这样的黑马，就是山姆会员店这样的。那为什么你看永辉超市是不是它的业绩和它的股价那是双下降，大润发物美好像也不怎么样，都在关店。为什么这个山姆是越来越火爆，还在开很多分店，销售额在暴涨，消费者对吧趋之若鹜，这是什么个现象？我没有去过山姆会员店或者是去过很早了深圳吧，10年前我去买过2瓶茅台，印象不是很深刻。我个人觉得山姆会员店他卖的东西可能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为什么中国生产的商品在山姆这儿就卖的那么火爆？同样卖中国生产的这些永辉对吧，大润发、物美业绩就那么差，无人问津，没人排队则为局，生人淮北则为枳。同样的都是中国人生产，到了山姆大家就去抢购，到了永辉，到了大润发就大家都怀疑，不愿意去买。我觉得这种现象才值得关注。当然山姆恐怕有一部分商品来自于国外，但这个恐怕不会太多。
所以说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火爆，确实也让我们中国的叫物流行业或者叫卖场不得不正视中国本土商超面临的困境。你走进山姆永远是人头攒动，这会员卡几乎成了入职券，也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商超，你要想卖会员卡，那简直是难以想象。购物车满载的顾客啊，络绎不绝，反而本土商超门可罗雀，或者干脆关门大吉。所以我们说本土商超到底怎么了？问题出在哪？这我们还得认真对待。首先，我觉得这个本土商超最大的硬伤就是供应链管理跟不上。山姆的成功不光是因为它卖的东西多，更因为它能保证商品品质、质量和稳定性。它真正的做到了物美价廉。我们本土商超它做到了价廉，打价格战，价格便宜，但是它做到了物美吗？这个可不一定啊。以次充好，卖临期食品、过期食品、注水肉、山寨货或者是特供商品。以前我们说特供商品啊是一个褒义词，现在特供商品啊实际上是一个贬义词。就比如说专门供应某个群体的，比如你在抖音上买东西，人家特供抖音这个渠道的，那就意味着它是质量很次，成本很低，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专供电商渠道还专供那个渠道，都是做到了价廉物不美。红薯粉里没红薯，不就这意思吗？他们卖的红薯粉实际上是木薯粉，但是这种现象在山姆它就不会出现。这个山姆有全球化的供应链支撑，在中国市场供应商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但是山姆它的选品和品控它有一套严格的标准，而我们本土的商超还仅仅停留在卷价格这一块。永辉超市一度是咱们这个商超里面的佼佼者，但是最近它的经营困境、它的股价、它的业绩反映出来的都是供应链效率低下，库存管理混乱，导致商品的新鲜度差，顾客流失严重。山姆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特供商品，这个特供又变成褒义词了，而本土商超连最基本的信任都给不了，所以这个差距啊不是一点半点。刚才说了，经营模式上面也是个大的问题。你看山姆啊，它靠会员制，它基本上锁定了一些特殊的群体，它的低价高质的策略让消费者啊愿意掏钱买会员卡。但是我们本土商超呢，对吧，还是停留在这种叫开店卖货的模式，你卖卫生纸我也卖卫生纸，你搞促销我就打折，最后拼的是谁更便宜，也就是卷的是价格。这种低层次的价格战，它就必然会忽视消费者对商品品质以及体验的需求。当今这个社会，我们消费者对商品的安全品质是越来越关心，尤其是吃的东西，跟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20年前是我们物质匮乏，商品可选的品类少，现在物质极大丰富，琳琅满目，所以我们消费者不光要便宜，更要安全放心。你看看山姆有什么成功之处呢？它的成功之处无外乎啊，就是抓住了消费者这点需求。消费者对国产的这种本土的商超啊失去了信任，这些商超卖的假货，卖的临期食品，卖的以次充好，就连维权都很麻烦。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你面对这些本土商超，你怎么维权呢？恰恰山姆就解决了这个痛点，所以跟本土商超一比，对吧？山姆就靠这一点，说的再通俗一点，他就是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你说一个中国的消费者，他不相信中国的本土品牌，他反而相信来自美的的沃尔玛旗下的山姆，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个局面是怎么导致的？还是我们本土商超肆意挥霍消费者的信任，造成了这个叫塔西佗陷阱。但是这里面有个例外，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潘东来。潘东来，你看看从某种形式上，他也取得了像山姆一样的成绩，消费者对潘东来也是趋之若鹜。潘东来单店的销售额也很厉害啊，好像就100亿人民币，具体数字我不记得。那么潘东来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潘东来成为打卡点，潘东来门口的排队的也很长，也是络绎不绝。实际上潘东来跟山姆它有类似的地方，它也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是抓住了消费者的痛点。你不能否认潘东来卖的东西，那品控它的质量那还是说得过去的，让人放心。那咱们不能你说潘东来卖的东西假，卖的东西不好，那个不是的。潘东来自己打的品牌，自己贴牌的那些商品，在网上卖的也挺火。如果说他的东西真的一般很差，恐怕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人排队去买，或者在网上抢潘东来的月饼、潘东来的啤酒、潘东来的洗衣液，还有潘东来自己搞的油。潘东来的成功，我
我说它跟山姆一样，它也抓住了消费者的痛点，对吧？解决了消费者的这个信任问题。但是潘多莱跟山姆那也有天壤之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潘多莱，它没有办法走出许昌。虽然说潘多莱要去郑州开什么精品店，还是什么艺术店，那你相比较这个山姆，对吧？开了60多家分店，那还是没有办法，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说潘多莱它抓住了消费者的痛点，就是信任问题，但是它给不了解决方案。这个山姆抓住了咱们中国消费者的痛点，恰恰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供应链管理、品控。潘多莱品控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供应链这种管理跟山姆不在一个层次，这个就决定了潘多莱没有办法复制，它走不出许昌，走不出河南，而眼睁睁的看着山姆，对吧？攻城略地。潘多莱能不能做到物美价廉？这个跟山姆也有区别。我觉得潘多莱它做到了物美，但是这个价廉这个恐怕还要努力。潘多莱卖的东西并不是最实惠的，价格也不是便宜。潘多莱目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业绩，这么大的流量，还是靠它的营销。我们不能否认它抓住人的痛点，就是信任，它的品控是不错的，但是光品控是不行的，因为消费者要的是物美价廉，你做到了物美，你价不廉，你还是不行的。所以你看潘多莱它的消费者画像是以全国的游客为主，一到节假日，潘多莱就成了一个打卡地，那个客流量比5A级景区还要多。这说明什么问题？你说这样的商超他敢卖会员吗？他是靠全国各地的人跑来消费，这些消费恐怕都是1次或者2次，很难有回头客，一锤子买卖。而本地的消费者，那对潘多莱的这个价格恐怕也是很难长期支持。我不能说潘多莱的所有的价格都贵，潘多莱有些商品价格很便宜，但是那些便宜的商品恐怕不能给他带来利润。所以我觉得潘多莱它是一个奇葩，它跟山姆一样，都看到了中国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痛点，但是它的解决方案有很大的缺陷，所以它只能靠这种流量，靠全国的这种有这种痛点的而又解决不了的，靠这些人支持。这就需要潘多莱每天都要上热搜，它得有流量，它的宣传，为了有流量，它得编造各种故事，非常奇葩的故事，对吧？你如果仅仅宣传自己品质好，那个是没有流量的，所以他就不停的制造热点，上热搜，什么员工工资高，对吧？员工待遇好，什么1年180天假，什么高管都是坐奔驰下班，什么员工委屈奖，什么员工结婚要摆几桌，不能收彩礼等等，怎么奇葩怎么来，怎么能吸引流量他就怎么来，活生生的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另一种版本的华西村。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叫 Grok， 他评价山姆和潘多莱，他认为这个潘多莱的劣势叫过度依赖河南市场，一旦离开本地人情土壤，潘多莱的模式很难复制，全国化基本无望。说潘多莱高薪资、高服务投入，让利润率被压缩，规模化盈利能力远不如山姆，供应链短板，本土化虽好，但国际化商品少，采购能力无法跟山姆比，高端市场竞争力弱。而这个山姆呢，会员费不仅带来稳定收入，还筛选出高消费能力的忠实客户，复购率高的吓人。2023年，山姆中国销售额超800亿，47家店平均摊下来每店近17亿，这是2023年的数字。山姆的线上订单参与率超过50%， APP 下单送货到家，完美迎合城市快节奏生活。你看看最后这个 Grok 总结，他说山姆和潘多莱，一个是全球化的高冷玩家，一个是本地化的暖心小店。山姆胜于规模、效率和质量稳定性，适合追求更加高端和便利的城市中产。山姆的商业模式更可持续，能打全国甚至全球市场，而潘多莱只是一个河南特产。我们要认清楚潘多莱，我不是说潘多莱他善待员工，对吧？善待供应商，他为当地经济做贡献，这些都没有问题，值得称赞。但是不能忽悠，靠流量起家必然死于流量。最后我再说一说有人就说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搞个山姆代购？我觉得这可以干。山姆代购你要抓住机会，你那个地方对山姆的需求比较大，但是离山姆也比较远，你小成本的投入做代购，这我觉得是可以，但是要快进快出，手上不能压货，可以利润低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做不长久。随着山姆在全国开店越来越多，随着它的电商覆盖范围越来越广，随着其他的本土商超它的觉醒，也有其他的本土商超它会模仿山姆，它也搞品控，模仿潘多莱，
这个对市场都是一个挤压，所以你做山姆代购的这个时间窗口是越来越短，所以还是要小心。这些业务都是看上去很美，但是实操起来恐怕最后就是赚一个辛苦，对吧？尤其大家对山姆感兴趣的，恐怕都是吃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商品，这些东西对运输、对存储、保存都有要求，恐怕都要付出成本。有些成本你根本没有办法核算，到最后年终一算，恐怕就是不赚钱，落了一个忙。最后我想说的是还是叫时无英雄，虽然庶子成名。我们中国的本土商家终于把自己玩脱了，还得仰仗外国人来帮我们收拾啊，仰仗外资品牌，仰仗这个山姆来重塑我们消费者信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能反映出咱们当下这就叫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没有道德感，道德水准低下，即便偶然取得了一点成绩，还是忘不了要忽悠。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